过去单次饭店旅馆的品质，拢以公部门的角度来评价推荐给民众。不过这回接受政府邀请所有饭店旅馆业者，用家己行销的角度来自我推荐，并结合在地产业甲特色景点来制作影片，最后透过民众投票来扩大行销。再到和上午观光旅局嘛邀集工会甲这业者来共同宣传，大家拢乐观其成。我们会将自己的一个饭店的一些特色，然后结合东区周遭的一些景点，以及我们最近呢有在跟那个就是一些特色的小店去做一些这样子的一个旅程的连接。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旅程连接，能让大家自己更知道台南的不同，一起去走小巷子的旅游，然后找到发掘台南的不一样的特色。会中市长吴韋嘛亲自以影片的精选活动来代言，希望冲大榜率100%的目标。在去年，我们的这个住宿率已经是全国第一名，6都第一了。那今年我们还要再努力。刚刚提到的说是，住宿率是50，因为大家不要忘了，去年年初有疫情，但是疫情之后呢，我们都一直在保持第一。那所以呢，即便是这样子，我们还是更加的努力，希望能够这个住宿率能到100%目前台南市的饭店旅馆已经有809间，数量主要是六都第一，而且对1809年到1811年的大房统计，不止六都第一，1811年竟是全国第一。该精选影片对7月6號到31號開放民眾票選，參與投票也閣有機會抽大房訂好康。詳細資訊歡迎上網找民眾駐定台南的網站來查詢。台南新聞管子採訪報道。